嘛是在台南，这是台南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有教保员涉嫌用吹风机的烧风，伫头甲一个2岁囡仔吹，佮甲囡仔硬灌汤，甲囡仔拍尻川，这不当的管教行为应该有要2个月过。家长全向民意代表陈情，市府即马去调监视器追查了后，确认这个姓王的教保员有不当管教的行为，而且情节是真严重，已经判讲伊规世人袂使佮做教保员，而且要甲罚60万。天他很生气，然后呢2岁查某囝自8月换老师了后，下海2支手骨拢出现乌青，也唔敢去上课，前后的态度天差地。对呀。好，妈妈知道。好，妈妈知道。妈妈礼拜5带你去新的学校，好不好？来，妈妈抱抱。问到某一位老师就想要哭，也无愿意加讲。家长开真侪时间，才发现囡仔可能受到无适当的对待。你在学校吃饭你不吃 ，Cici 妈咪怎么样？塞进去我嘴巴。怀疑囡仔受虐待，家长要看监视器，学校说讲无到，帮囡仔转学了后向民代投诉，才发现唔是无监视器，是学校无爱互家长看。我跟老师询问过，他都说是小朋友玩闹、玩耍推挤。那后来才发现，就是其实都是老师很用力的拉扯，然后很多暴力的行为。绑吊的过程当中，我从老师这边知道是说，他都是说他没有这么做。影像发现8月初到10月份下旬，查某囡仔真侪届互无适当的对待，捌互吹风机烧风吹向面，佮有下身，感觉小想要咪，佮互老师掠掉咧，也捌互老师大力摔倒伫涂骹，佮有互强迫灌汤，甚至于输互地暗棍。不是掐，就是捏，然后就是恐吓，让孩子回家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是爆哭，那起床他也不敢到学校来上学。该员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。登录在我们全国不适任教育人员系统，并且处以60万元最重的罚款。市府调查认定讲，涉案的姓王的教保员对囡仔无适当的体罚、身心虐待等行为，情节真严重，重罚上悬60万，一世人袂当去做教保员。其他助教也有威胁，是罚3万。幼稚园也会互追究敢有暗藏威胁，并且公布幼稚园甲行为人的名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